哦，其實咧，我又好似真係冇識唱歌嘅，點解又揾我嘅？我想知。好，好，嚟啊！如果一手鋸開枯樹木，不會發現痛。不過一澆水的我，覺得被挖空。如果必須結束關係，難扮成從未栽種，讓我數着年輪，這些年輪，我的心會痛。畢竟那段如沐春風，早刻進百年長的信，在信中圈圈緊扣，情感多深厚，前因非因錯綜。分開簡單，抹去往事極難，幾多溫馨燭光晚餐，難以用斧頭一劈叫畫面飛散，伴侶沒了記憶會委彎，以聲細語抱月夜談，歷歷在目錄下年鑑，來年樹倒身影孤煙化散，年輪未可推翻化不淡。但是人非草木，並不會太易慣。刻過木造的心給我，痛苦未會減。情願舊事年間一筆磨滅如燃盡的炭，但我數着年輪，幾圈年輪已經濕了眼。分手與有平復之間，少不過百年零一晚，就怕翻風的一晚，回首探一眼，回憶急速擴散。分開簡單，抹去往事極難，幾多溫馨燭光晚餐，難以用斧頭一劈叫畫面飛散，伴侶沒了記憶會委彎，以聲細語抱月夜談，歷歷在目錄下年鑑，來年樹倒身影孤煙化散，年輪未可推翻化不淡。就怕新婚的一晚，臨終探一眼，徒添幾番慨嘆。分開簡單，抹去往事極難，幾多溫馨燭光晚餐，難以用斧頭一劈叫畫面飛散，伴侶沒了記憶會委彎，以聲細語抱月夜談，歷歷在目錄下年鑑，來年樹倒身影孤煙化散，年輪未可推翻化不淡。Thank you.
哇！真係好好聽啊！原來我哋學校咧係有咁多王子啊！你隔離啊？鋼琴王子啊！咁以後咧見到佢哋咧都 say 個 hi 咁樣嚇。鋼琴王子早晨，早晨。咁樣啊嘛。人哋就識彈琴啦，聽講咧我哋學校咧有一人一音咧，你都識玩下樂器噶噃。即係其實實不相瞞，我彈吉他好犀利，只不過咧我唔彈啫，一彈咧嚇親你。我唔驚啊！你而家表演啦。你唔好彩啦，我今日冇帶吉他。嗱，你彈吉他又咁勁啦，我又咁叻啦，咁不如咧我哋組成呢個組合，去再戰呢個嘅2016年嘅香港樂壇。再戰，即係你唱歌。槍口為珠嘛，頭先你講嘅。OK， 你唱歌，我吉他咁樣。係啦，咁咧我連名都諗埋啦，叫鹹兄妹。嗱，我已經準備咗嘅秘密武器啦。笑啊！嗱，我扮堂妹都幾次嘅，唔係我係鹹妹啊！嗱，即係咁樣，最愛躺在你身旁，最愛躺在你胸膛。你個零又唔襯你把聲，咁你個聲又唔襯你個零咁樣。咁點啊？你啊？同埋你唔好躺喺我身邊。你講就啦，你自己得唔得啊？你有冇咩表演啊？我真係得。嗱，雖然冇帶吉他啫，不過小弟我咧精通好多樣樂器，就攞兩手啦。可唔可以幫我揸？等緊你嘅表演啊！雖然走地音，但係都幾勁嘅。OK 係嘛？好啦，咁其實你咁叻啦，不如你自己一個人咧參加 platform show 啦。正所謂獻醜不如藏拙啊嘛。不過唔好理我啱啱做過啲咩啦。其實咧，好多人都誤會咗 platform show 㗎。其實咧 platform show 咧唔係淨係俾啲叻嘅人咧去參加㗎喎。platform show 咧其實係一個表演平台啦，係主要係俾學生咧去釋放佢哋平日嘅學習壓力啦，同埋咧都係俾老師同埋嘉賓咧去藉住呢個表演嘅平台咧去鼓勵學生嘅。而且咧 platform show 嘅表演形式唔限嘅，所以唔一定咧有高超嘅技術先可以參加。即係咧下年咧各位在座嘅觀眾都可以參加㗎噃。咁等我練多幾首歌，再同你 jam 一 jam 咁樣。好啦，咁你而家咧你就冇準備啦，咁不如我哋聽下一隊嘅表演咧，嚟學下嘢先喎。係啊，下一隊咧都係要組合形式出場嘅喎。係啦，佢都係咧彈吉他嘅噃，同我哋嘅組合咧都有幾分相似嘅。佢哋叫咩名話？蚊。子。蚊咯。跟住咧？子咯。咁係咩啊？一齊講喎。我唔想講。好啦，就係蚊子樂團啊！佢哋嘅成員咧就包括我哋校友何子軒啦、陳海偉啦，仲有邊個啊？仲有佢都係第一次表演 platform show 嘅。我份稿冇寫啊！你識㗎？女仔嚟嘅，唔知大家估唔估到咧？好實，佢 Facebook 有 po 過片嘅，大家估唔估到係邊個咧？不過第一次參加，大家好似有啲頭緒喎，見到嗰邊有啲口喐喐。真係唔記得，咁就係黃嘉文。我知啊，好靚噶嘛。係啊，好靚啊！你咪好想睇啊？而家。想啊。咁而家交台俾佢哋啦。